出西瓜，打手机所以说有南瓜点了嘛，怎么样？西瓜打嘛了，那出西瓜打嘛，那出西瓜打嘛不都6个嘛抓了，5两嘛抓了，我那边那出西瓜打嘛不打什么？我散了，我散多了。俺们白起的大概3个白起的个嘛，1多的嘛kilo嘛1 kilo，你心里巴拉都差不多。那么刚才这个的，对个的，1比例的多少嘛kilo？哎，吃出去嘛，出都就是个，再便宜个嘛，再平要再3个大嘛kilo，再平装不都，白起的装不都，个就是1个就是，个来多几斤，嘛个，包括就也3把头，一说几个那边3天嘛就过3把头，俺俩都做多了，你嘛少过去。我那俺们白起的那边再平装不都，艺术装不都，艺术的给他说。那个一说就是人具体年龄了，初步听皮毛大路，皮毛大路，皮用的呢，最近谁用不嘛？就是科技嘛，不，你嘛的是嘛，就是钱都涨不，那个我啥行的时候，一说就是在你们说的在干好了，你说具体年龄，你是嘛？就是皮嘛，就是皮嘛，你嘛的嘛就是，可嘛都讲你的嘛你不你嘛。嘛可浪的，我不知道，除了你专门不会做事，而且我查的，那时候现在我查的，我上面家他们他家有跟我嘛，我啥代理你都跟我嘛，我是，要面，我们目前的现在，这卡过，几千，但是根本没有，我的话你知道吗？以前的那我那种俺那帮没麻将，我那种麻将嘛，以前的没经过，那个一年我呢这看的加入从外边的去，这看过几千，但是我都玩了。这一年加入我这嘛都他我这边可以参与了嘛，那个我是不懂嘛。那做主要是我不懂嘛。我在我客家用啊的，说的是这东西，我让我去看嘛买个我这边给我那个要交给我，弄嘛，我记得你嘛，这嘛俩可以公司俩可过来不过，你嘛的不你嘛觉得嘛去看我嘛，嘛家里头呢，去就去看他们，我不都嘛去看是哪嘛了，从在明年我3条腿就过，之类我啥的嘛是这样。那从现在查理当公司面对都这么多年去这个字，家里字，我们回过来，然后那专业嘛，专业嘛，那都在。不把那个因为这么的。好像那一幕，我在这里讲嘛，一幕头上。我没转过去，我杀了，对吧？啊，都别提什么，提出来，做了事，这些妈咪说的，我也帮你做了，你做了，哎呀，那这个天气怎么样？吃了俩又把钱来了的。啊，那么好，啊，你主要是俺都别这个，俺们这我的主要是一个。咱们好的搞哎。对嘛，你买我们。怕你做事啊，就前面给妈都给了，给活你那是。你话的吗？说我对嘛咋定了？做对吧？现在说搞定了。哎，咋的？一会说你这同事的。啊，做事那就是这个，当然了，技术呢，也是南瓜嘛电台，你说的就是南瓜电台，嘛就是一多了，嘛就是啥太多了，这嘛一年嘛是了，这嘛这一嘛够了，我来什么？是南瓜店，就是南瓜店，那不是怪个，就是我南瓜店不都我那这个就是忙啊不，然后一个人家出来呢，那不是我这个。
我们呀，那出去过大那些，那就是那样，那出去过大都，知道吗？外面忙过大，即使你有那块的，就是那点，外面有呢，就是那块的花钱，我们上不头，要出去过大的有些，我忙过大的，忙啊，要我忙对呀，对呀都，对不对？那出去忙过大的那里。这家都不得不啥个叫金啊嘞，哎，还有个说，到你地，一说在不会那的，妈妈，一说在几个的，我们在府里嘛是喽，这个也是在这里嘛是喽，是在不西部嘛，不是的，不其他不喽，妈妈，我那一说那个不会了，妈妈你一说那个嘛不会了那我呢，我的那第二个，我那个马吉那嘛，马吉嘛在马吉那嘛才不一样啊。这嘛在云南嘛才多年嘛，我的，一天是才多大，才才多了，我的，啊，干嘛呢？才就花的嘛，你花就花的，只有干他们就花么，他们才就花么了，或者你花就花么了，对吗？为啥不？包那干嘛的？你花就花钱嘛，小什么？妈妈，有闲钱，自己呢，闲着在闲嘛，闲着在吃。不管现在自己哪嘛，先去着吃，先去着吃。一口啊口，一口子都煮它不我说，像我带两个呀，先去着吃，先去着再吃的。让你嘛，让人呢，家里嘛你不说的，是的，也我今天煮的，还差不多买下来的，嘛先去着是那么关键是么的。我可是从9点没吃了哇，我的呢，我们这的话。呀，我没有，我一说在接我，因为你没接吧，我们那一说接我，俺那接不出话去。下来我俺是我没有那个一句话，我们一说在接我，一说你话去接，你话接的，其实那话的话接呢，其实的话去的话的没得东西，像不像了？你一说起了，那对嘛不用。我们像不像你差不多的下去，一说叫你一说的下去，我差不多的一说的节目的人，他们结果报我们有的人，我们有个钱也是，我们不啥的，你花就花钱嘛，有钱嘛去嘛，对的，之前都有的时候我是钱不都是给在我自己的花的嘛，你花就花去，人忙了，好吧，你是不是该我啥种过了一样？你花就花钱嘛，这不嘛带是的。你花就花钱嘛，我啥的钱嘛，然后我再带。我啥的钱梦里说也是带去的，我啥的钱梦里说什么呀？才跟我们家交了，外面你啊，懂吗？你啊，我那边一说起那个，嘛起码就一年休息，我觉得呢，他这个来话一说起那个。他们说干啥的？去老板嘛，去老板说过呢，去老板的，不用。慢慢的一天是光我上面都了整理起来的，棉花哥哥嘛，有点很自然的，我带你有点难度。慢慢嘛，那嘛说我吃的这个嘛，他们嘛哥哥那里，下面的就是这样哇，有点也是呀，这个有个帮。那个咋说？哎，我现在呢，我啥的马上有点马上了。外面下面没说呢，我啥的都做了，真的现在俺那个的。之所以说南瓜都能够，也说呢都能够帮俺，都能够不忙呀嘛，起码什么或者花几百都能。懂吗？你说清楚呢？下个我一个过嘛，这个我叫你，这嘛忙不过嘛，一
那国家是那给你一句嘛，都干嘛的嘛？是的，给你一点你嘛下过。我家有那群啊，不三群啊，三的就大嘛，有钱嘛就多。啊，爸妈让你做到哪里有钱嘛就。我啥子你做到哪里有钱？我啥一点就应该吃过饭。我是说的，我热嘛我下多多嘛见嘛就嘛。是把你说你嘛就是你追求热嘛，在有没得？追求嘛见。有嘛可就，有人一出班子，有人一过来不打，你下就单人就下过来不打，绕路这是要绕路，都过来不打，就是追求个他，明白？啊，有人你过来不打，让你过来不打。人一说嘛晓得，嘛得，或者说呢，差不多个的，或者说呢，把写出来的那个工作本领就讲了，公司里就讲了，明白？俺们一说嘛有大什么，或者说就讲的啥子工作。我不是我没说啥，没啥样嘛，我没做不出来没啥样嘛，我得在什么？没在上面口酒啊，出去吧嘛，上面一直带着多少？那个一说热嘛，给最热嘛，毛啊，嘛需要过。一说电说呢，最热热了，我的外面一说嘛，电说呢最热那边，一说嘛热或者上面呢，弄嘛。